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初2，咱做伙来读以赛亚书第11章到第16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1章，对亚西的老树头为不义，对伊的根为发有机。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，就是互伊有智慧甲聪明的神，有计划甲能力的神，有知识甲敬畏上主的神。敬畏上主是伊所喜爱，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，嘛袂靠耳孔所听来判断。伊要用公义维护善食人，用公平保障互人看无起的人。伊要用公正的裁决做滚讲迫害者，发命令处死邪恶的人。伊要用公义治理，用信实统治。豺狼甲绵羊会做伙住，豹甲山羊仔囝做伙困，牛仔囝甲狮仔囝斗阵食。细汉囡仔会做牧者看顾因，牛母甲熊母会做伙食，因的囝会做阵歇困。狮会亲像牛食草，食冷的婴仔会伫毒蛇的空口佚佗，长冷的囡仔会伸手入去毒蛇的血。伫我圣山的逐所在，一定无伤害，嘛无破坏，因为对上主的任务普及全地，亲像水充满大海。伫迄日，亚西的君会成做万民的大旗徛在在，万国拢会拥护伊。伊徛起的所在会充满阳光灿烂。彼时，主的第二遍伸手对亚述、埃及、巴特罗、伊索比亚、伊兰、巴比伦、哈马以及沿海地区赎回所剩的子民倒转来。主会万国采大旗，对地的四方组织四线的以色列人过来，将受赶线的犹太人民组织倒转来。迄时，以色列的怨毒会消失，犹太的敌视嘛会煞。以色列袂过怨毒犹太，犹太嘛袂过敌视以色列，因为斗阵冲入来攻击西边的非利士，抢夺东边的人民，因为征服以东甲摩押的人民，阿门人会屈服伫因脚下。上主会互埃及的海湾大哭哭，伊会举悬伊的手大力胜小风，互幼发涅底河变做7条大溪，人穿草鞋嘛会当行过。要有一条大路为着上主所剩的子民备办，通互因对亚述逃脱出来，亲像古早以色列人对埃及地出来相款。第12章，伫迄日，你会讲：上主，我感谢你。虽然你有对我发生气，毋过你的生气已经煞，你有甲我安慰。看，上帝是我的拯救，我靠伊，拢袂惊吓。上主是我的快乐，我的诗歌，伊一直是我的拯救。恁会对拯救的井欢喜快乐集水。伫迄日，恁会讲：着称赞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着对万民宣扬伊的作为，着宣布伊的名应该受尊重，着吟诗颂赞上主，因为伊有奇妙的作为，
着对全世界宣扬这个代志。恁锡安的子民啊，着欢呼大声唱歌，因为伫恁中间的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上伟大。第13章，这是阿摩斯的囝以赛亚对上帝所领受有关巴比伦的信息。就伫光秃秃的山顶采一支大旗，对战士发号令，就甲因的手，互因进入贵族的门。我有命令特别拣出来的人，有敬调耀武扬威的勇士，来执行我的上去。听咧，山顶有喧哗的声，那亲像一大堆军兵在聚集。听咧，有万国集合吵闹的声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在召集军队备阵。因对遥远的所在，对地的迄边来，因是上帝上去用的武器，要毁坏全地。恁着大声哀哭，因为上主的日军啊，全能者实行毁灭的时到啦。所有的手骨拢会酸软无力，人的心会消扬失打，因拢会互恐慌充满，互疼痛艰苦轻地，因为亲像山夫吹阵，滚甲疼痛，因为恐怖恶影互相上来上去，因拢惊甲面青顺顺。看咧，上主的日都要到啦，有残酷、愤怒甲大生气，要互大地荒废，互地上的罪人受毁灭。天顶的星神、天体拢袂发光，日头一日出来，随时变黑暗，月亮嘛暗淡无光。上主讲，我要因为人的邪恶刑罚世界，因为因的罪恶甲因处罚。我要终止骄傲的人的自高，要制服暴君的猖狂。我要互人比上顶的金较少，比误会的纯金搁较稀罕。我上主万军的统帅愤怒的时，发大生气迄日，要互天摇掣，互大地震动，离开原位。迄时，因为亲像受追赶的鹿仔，亲像无目者看顾的羊，每一个人拢会倒去家己的同胞遐，逐个人逃走倒去家己的故乡，互人入着的，为互枪插死；互人掠着的，为互刀刣死。因的婴仔画伫因面前，互人摔甲喙糊糊；因的厝为互人抢劫，因的某受侮辱。看咧，我要煽动米地亚人起来攻击因。米地亚人无看重阮，嘛无爱金。因的弓箭会射倒少年人，因袂怜悯腹肚内的婴仔，嘛袂保惜囡仔的性命。巴比伦原本是列国的荣光，甲列敌人夸口的荣耀，毋过因为互上帝车倒，拄亲像索多玛甲蛾摩拉受毁灭。巴比伦袂阁有人住，代代袂阁有人徛起，无半个阿拉伯人会伫遐搭布棚，各样的嘛袂带羊群去遐休困。毋过旷野的走兽会来倒伫遐，伫遐的厝有真侪暗光鸟。
落得鸟围伫遐做秀，野山羊伫遐跳舞，豺狼围伫因的堡垒烤狗犁，因车花的宫殿有豺狼在吼。巴比伦的结局已经逼近，伊灭亡的日未过延前，伊的日无久啦。第14章，上帝要任命伊的子民以色列，搁一遍竞选哪国，甲因安置伫因家己的乡土。真侪拄合伫因中间外族的人会甲因联合，归属哪国的后代。真侪国家会协助因倒去因的祖国。以色列家会伫上主的地得到外族人做男仆女婢。以前掠因的，搭变做因的俘虏，过去管辖因的，搭要受因管辖。上主予恁对悲伤苦叹，对受强迫做苦工得到讨棒迄时，你会对巴比伦王唱这首讽刺的诗，讲：阿伯者竟然灭亡，伊的强迫消失啦！上主已经讲断邪恶者的棍，拍断统治者的拐，因伫大受气的时，不断欺压列国，伫愤怒中残酷管辖列邦，全地得到安息平静，所有人拢欢喜唱歌，连商丘甲巴比伦的必休树，拢因为你的结局欢喜唱，讲：但你已经倒落去，袂阁有彻查的人来甲阮测。大地下面的淫妇轰动，要迎接你的来临。地上的统治者的淫魂拢受唤起，列国君王的淫魂对因的宝座起来，欢迎你到位。因为开嘴对你讲，你甲阮相款拢变软者。你甲阮拢相款啦！你的威风甲你轻息的声，拢落到淫妇。你困的眠床铺的是虫，你盖的是猪。天光早的启明星啊！你竟然对天落落来！你这个列国的征服者，你竟然跋落地面！你心内安尼讲，我要爬上天顶，将我的宝座设伫上帝正生神的顶面。我要坐伫智慧的山顶，伫极北平的所在。我要爬上云顶，我要甲至高者平悬。毋过，你会受弹落。淫妇到深坑上深的所在，看见的人拢直直甲你想，心内想讲：这个减毋是互大地摇掣，互列国轰动迄个人；这个减毋是互世界变做风波，毁坏城市，毋放俘虏转去引导迄个人。列国的国王，大家拢真有尊严。安葬伫家己的坟墓，毋过你死无葬身之地，你的身躯互人讨厌，受人吞打，互真侪受杀害的人的尸体砍地，做伙落落去深坑的石头遐。你袂当甲遐的君王当埋葬，因为你毁坏你的国。杀害你的人民，愿歹人的后代永远互人袂记得，因为因祖先的罪，恁着甲因的子孙全部屠杀。
才要因高兴起，占有大地，伫世界各所在起造城市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我要起来攻击巴比伦，要撤销因的名，遭要死无去的人，以及因会行行顺顺。上主安尼宣布：我要互巴比伦变做河堤大的所在，变做拢是落高霾窟的所在。我要用毁灭的扫帚甲伊扫。上主万国统帅安尼宣布。上主万国统帅安尼立誓讲：我所计划的拢会发生，我所决定的拢会实现。我要伫我的地拍碎亚述，要伫我的正山吞达伊。伊藏伫我主面的胆，我会甲因刷开；伊下伫因肩头的重担，我会甲因搬落来。这是为着全地所定的计划，这是伸出去要攻击列国的手骨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已经做这个决定，啥人会当甲伊阻挡？伊伸出去的手骨，啥人会当互伊搁求倒转？亚哈斯王死迄年，上帝宣布下面的信息：恁所有的非利士人啊，毋通因为拍恁的军已经断来欢喜，因为蛇一定会生毒蛇，所生的是会飞的火蛇。上主会牧养伊的子民中上善食的，欠缺的会当安然休困。毋过，我要用饥荒杀害恁非利士的后代，要杀死恁所剩死无去的人。城门啊，着提哭；城市啊，着嗷叫。非利士啊，着惊吓皮皮煞。有乌恩对北方跌落来，军兵向前进军，队伍中无一个对袂着阵。咱要安怎回答非利士的使者？咱着甲因讲：上主设立设安，伫遐伊的子民中困苦的会得到保护。第15章，这是有关摩押的信息。摩押的阿尼荒废，伫一暝的中间拢无去啦。摩押的基尼荒废，伫一暝的中间拢无去啦。日本的人民上去因的寺庙，伫遐提哭。摩押人为着尼波甲米底巴哀哭，所有的人头壳剃光光，逐个人的喙手剃了了。因伫街路拢下抹布，伫广场甲家己的厝尾顶提哭，目屎擦擦滴。希实本甲伊利阿利出声哭，因悲哀的声伫阿扎拢听袂到，所以摩押武装的军人大声喊，因的心失胆，嗷嗷喘。我的心为着摩押提哭，因的人民逃走去索尼，到伊吉拉西里西亚，因爬上罗希的山坪，那爬那哭，因逃走去何罗念，因为受毁灭，大声哀哭。连林溪的水干去，溪边的草冷去，菜色死去，青翠的米拢无去，所以因得到会知米，所有囤积的物件拢会搬去柳树溪迄边，因为哀惨的声已经传遍摩押四境。提哭的声传到伊基人，传到比尼伊林。底门河流的水拢是血，毋过我上帝要加添底门的灾难
有使来对日摩押的人民，甲迄所在流亡死无去的人。第16章，恁摩押的人民就对曠野的西拉送羊仔做礼物，互耶路撒冷的领袖。摩押的人民围伫阿伦河无目的拉拉蛇，亲像鸟仔互人对鸟仔兽赶出去，各所在流浪飞来飞去。因为对犹太人讲，恁着甲阮指教，教阮着安怎做，求恁互恁的阴影伫日时亲像暗暝，甲阮遮的倒命的牵起来，互人民的行踪无人知。求恁用阮伤赶逐的摩押人甲恁带，通做因的避难所，互因免受毁灭。当阿伯停止破坏煞公布对国内消息的时，台北家有一个王会用信息通知，伊的王位会用仁爱建立，伊是追求公平、实证公义的审判者。犹太人民讲，听讲摩押人非常骄傲，自高自大，骄傲到极。因的夸口拢是空空，所以摩押着提口，每一个摩押人着为摩押提口。恁会因为食袂着今年合绿色的葡萄干园哀伤，迄日本的田园荒废，西比马的葡萄树打去，列国的君王压制葡萄树上好的枝。遐个枝捌伸到亚舍，西去旷野，甚至搬过海去到外国。所以我要甲亚舍做伙，为着西比马的葡萄树提口。迄日本甲伊利亚利亚，我要用目屎甲恁灌压，因为恁修成成色的果子，甲我国欢呼的声已经煞，欢喜快乐已经对果子园消失啦。伫葡萄园无搁听到歌声，嘛无搁有欢呼，无搁有人伫酒窟打酒。我互欢呼的声停止，所以我的心为着摩押悲伤，我的心肠为着今年哈列色哀伤，亲像琴发出哀怨的声。摩押人虽然拼命去山头弹，搁去因的圣所祈祷，总是拢无采工。以上是以前上主所讲有关摩押的话。现在上主讲，第3年内，照请工的年限，摩押的荣华一定会消失。虽然人口遐尼多，毋过存落来的人会真少，搁衰弱。咱今仔读的圣经节，伫以赛亚书第11章到第16章。